我本來唔打算講呢一件事㗎，但係我諗落你真係需要聽。點解我咩都唔識都敢開始去拍片？我成日聽人講，我真係想拍片㗎，但係咧我又唔識剪片啦，屋企又冇靚位啦，冇咪啦，冇腳架啦，我冇化妝啊，冇稿啊，我又驚冇人睇，咁點算啊？其實呢一啲全部都係藉口。你知唔知1年前嘅我第一條片支咪係淘寶買最平嗰啲款，唔知有讀稿器，自己背咗幾句，跟住慢慢剪。我驚到要揾師姐陪我去拍，背唔到冇案，我就走去抄人哋嗰啲身心靈博主嚟去照講。但係你知唔知我拍咗600幾條片，全部都係自己收工之後慢慢去創作，跟住再調整，再問同學，再問老師，再揾方法去慢慢咁樣去砌好呢一條片出嚟。好多人問我點解你會有呢一份勇氣？我反而想問你，你到底驚啲乜嘢？你有冇決心想去改變？失敗咪從頭嚟過咯。其實我哋唔會失敗，因為過程中你會學到嘢，你搏一搏。成功呢？我相信我自己。當玩遊戲咁，我今日學咗啲咩？拍條片去記錄一下，有幾難啫？話唔定有人因為我嘅分享而開始鼓起勇氣呢。我由0去到2000 followers， 每一步我都好開心，好感恩。大家鍾意我係因為我真心。如果你睇到呢一度，我邀請你做一件事，今日拎起部電話拍一條30秒嘅片，唔需要剪接，唔需要靚景，唔需要化妝，就咁對住個鏡頭講：我今日開始咗啦！打開個鏡頭，我叫咩名？我今日開始咗啦！我拍咗。拍完之後留言話俾我知，我拍咗啦，tag我，記得 tag我，我會親自同你講聲加油。從嘅開始，一個完美嘅拖延，起心動念係最重要。我拍片唔係為咗自嗨，你嘅第一條片就係你改變嘅第一步。而家就去拍，我等緊你，我係海莉。